上帝嘅光就透過教會係臨到我哋每一位。上帝的愛，上帝的光透過着教會臨到我們每一位。但係雖然係咁啊，但雖然是這樣子，唔知點解咧，有一個安息日嘅早上，不知道為什麼緣故，有一天安息日的早晨，你嚟到參加係教會嘅聚會，來到參加教會的聚會，後來你就靜靜咁樣係離開咗教堂。後來您就靜靜地離開了教堂，你就走到街上邊，您都走到街上，你就覺得街上邊豈唔係比教堂裏邊係更加溫暖咩？您豈不是覺得在街上好像比在教堂裏面更加溫暖嗎？但係你冇想到啱先嗰個聚會咧，可能係你最後一次參加本會嘅聚會啦。但您可能沒有想到，剛才那一次的聚會，也許是您最後一次參加這個教會的聚會。當嗰一次你係離開教會之後，下一個安息你又冇翻嚟聚會。當那次離開教會以後，下個安息你也沒有回來聚會。再下一個安息，再下一個月你都冇翻到嚟。再下個安息，再下個月你也沒有回來聚會。慢慢呢個變成咗你嘅習慣，慢慢變成了你的習慣，但係你卻係唔為意。但是您卻沒有會意，沒有在意。於是者經過咗係一兩個月，經過咗係一年。像這樣的情形，經過一兩個月，經過一兩年，2年3年，2年3年，甚至好多年，甚至於很多年。你已經好耐冇翻嚟教會啦，你已經很久沒有回來教會了。有時你會偶然間想翻起呢件事情。有的時候你或者會偶然想起這件事，但係只係咩你都覺得你當日嘅決定係啱嘅。但是你那時候會覺得當時我的決定是對的。你總係有啲理由係支持你自己點解離開教會。你總是有啲理由支持你為什麼要離開教會。可能教會裏邊嘅弟兄姊妹亦都慢慢嘅係忘記咗你。可能教會裏面的弟兄姐妹慢慢的也忘記了你。或者就算你翻嚟教會教會嘅信息、安息日嘅節目都唔能夠真正嘅幫助到你。或者你偶然回來教會，也許教會裏的信息、安息日學的音樂也不能夠幫助你。其實佢哋都唔了解你可能現在面對緊你自己婚姻嘅掙扎。可能他們都沒有了解到你的自己心靈上面所有的掙扎，或者你同家人之間係有困難，或者呢，您的家庭之間、家人之間有一些困難，或者根本屋企人唔了解你嘅信仰，或者家人也不了解你的信仰，成為咗你嘅一個攔阻，成了你那個攔阻。又或者你可能呢係根本上係喺我哋本會嘅家庭長大嘅，或者你也許在本會的家庭裏面長大的。你過去好多年對於宗教嘅事呢，你覺得好似好習慣。或者你過去多少年對於宗教的事情，你覺得很習慣。一啲宗教嘅名詞你已經聽過好多次，一些宗教的名詞你就聽過很多次，慢慢你變成咗麻木，慢慢的你變了麻木了。或者你發覺到教會裏邊有其他嘅弟兄姊妹係喺度熱心咁樣追求屬靈嘅長進，或者你覺得教會裏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這樣的熱心的追求屬靈的長進，佢哋談論到屬靈嘅事情，他們談論到屬靈的事情，佢哋談論到自己點樣係悔改，他們談論到自己怎麼樣悔改，但係你唔明白佢哋究竟講緊乜嘢，但是你不明白他們究竟講的是什麼。又或者你係為咗你自己嘅生活而掙扎，又或者是你為了自己的生活而掙扎，又或者你覺得教會嘅標準係太高啦，或者你覺得教會的標準太高了，你初初受洗嘅時候你都唔為意，您剛受洗的時候你沒有在意，但係慢慢你就發覺你面對到生活嘅係考驗，但是慢慢你覺得面對了生活的考驗，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要係奉獻侍奉主，要奉獻侍奉主，
呢啲對你嚟講，慢慢就成為咗重擔。這些對你來講，慢慢的成為了重擔。你失去咗信心，你失掉了信心，你跌倒咗啦，跌倒了。呢啲或者就係你係慢慢離開教會嘅原因。這或者慢慢就是你離開教會的原因。或者你仲可以係講出一啲頭先我哋所冇提到嘅原因，或者您還有可以講出一些剛才我們沒有所提到的原因，就係一啲係令到你冇法子繼續保持同教會有關係嘅原因，就是令到你沒有辦法繼續跟教會發生關係的這個原因。其實我唔應該懷疑，其實我不應該懷疑，我唔應該懷疑你嘅理由嘅，我不應該懷疑你的理由，我亦都冇懷疑到你嘅理由。我也沒有懷疑到你的理由。如果我係處喺你嘅環境之中啊，如果我處在你的環境之中，可能我嘅情形呢係更有問題都唔定，可能我的情形更有問題都說不定，可能我會更加灰心，可能我會更加灰心，可能我會更加希望有人能夠了解我，可能我會更加希望有人了解我，我會更加希望有人嚟到關心我，我會更加希望人家關心我。不過無論如何，不過無論如何，可唔可我阻你少少嘅時間，問下你一個問題？可不可以耽誤你一點點時間，問您一個小小的問題？究竟有乜嘢可以能夠鼓勵我哋，係再一次翻嚟係敬拜上帝呢？究竟有什麼可以鼓勵我們再一次回來敬拜上帝呢？有乜嘢能夠再一次鼓勵我哋翻嚟同弟兄姊妹係交通呢？有什麼可以鼓勵我們再一次回來跟弟兄姐妹交通呢？有乜嘢能夠鼓勵我哋再一次翻嚟上帝呢個溫暖嘅大家庭呢？有什麼理由可以使我們再一次回來在這個溫暖的上帝的大家庭呢？我知道或者你有好多嘅嘢攔咗你，我知道或者有很多的理由事情攔咗了你，或者甚至有一啲原因係因為教會裏邊有啲嘅事情，或者有很多的原因，或者甚至於教會裏的一些事情，或者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人令你覺得難過，令得你覺得難過，係攔咗你翻嚟教會，令得你攔住了你回來教會。如果我如果我能夠係一個神蹟，我能夠下個神蹟，我一聲命令，我一聲命令，或者一點一指個手指，點一個手指，點一下，呢啲難題就即刻消失晒。這些難題完全的消失了。我一定答應你咁樣做，我一定會答應你這樣做。不過好可惜，不過很可惜，你知道，你同我都知道，我冇呢個能力。你跟我都知道，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不過我可以話俾你聽，不過我可以告訴你，話俾你聽個好消息，告訴你一個好的消息。雖然我冇咁嘅本事，雖然我沒有這樣的本事，我冇本事將呢啲困難係攞走，我沒有本事將這些困難攞走，但係有一位可以，但是有一位可以，佢係無所不能，他是無所不能，佢亦都係愛你同埋我嘅，他也是愛你愛我的，佢已經係好多年喺你同我嘅身邊，係準備隨時幫助我哋。他已經多少年在你我的身邊，隨時願意幫助我們。所以我願意邀請你幫忙我一件事情，所以我願意邀請你幫忙我一件事，就係邀請你係為我哋祈禱，就是邀請你為我們禱告，邀請你為教會祈禱，邀請你為教會禱告，因為你知道教會真係不冷不熱，因為你知道教會真是不冷不熱，真係可能真係有一啲你所講嘅嗰啲嘅係唔好嘅嘢發生，真是有一些可能你所不好的事情發生在裏面，所以我邀請你為佢哋祈禱，亦都為我祈禱。所以我邀請你為他們禱告，也為我禱告。點解邀請你為我祈禱呢？為什麼邀請你為我禱告呢？因為我都係佢哋中間嘅一份子，因為我也是他們中間的一份子。可能我都係其中一個係得罪過你嘅人，可能也是我是他們其中的一個得罪過你的。可能就係因為我令到你係唔願意翻嚟教會，所以也可能是我令到你不願意回來教會。如果真係咁嘅話，請你原諒我。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請你原諒我，請你為我祈禱，請你為我禱告，因為我好需要你為我祈禱，因為我很需要你為我禱告。我知道成個教會都好需要你為我哋祈禱，因為我知道整個的教會都很需要你為我禱告。
但係如果你話弟兄啊，其實我唔係一樣好需要人哋為我祈禱咩？但如果說你說我是不是也是一樣需要弟兄為我禱告嗎？如果你真係有咁嘅感覺嘅話，如果你真有這樣的感覺的話，你真係話我都其實好想翻嚟教會嘅。你真的說，其實我真是很想回教會來的。不過我覺得我自己冇力量。不過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力量。我好希望有人為我祈禱。我希望人們為我禱告。如果係真嘅話，如果是真的話，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可以告訴你，我隨時願意為你祈禱。我隨時願意為你禱告。其實我哋好耐以嚟，我哋都為你祈禱噶啦。其實有很多人都樂意的為你禱告的。你翻嚟啦，你回來了，我哋好掛住你，我們很掛念你，上帝亦都好掛住你，上帝也很掛念你。如果你係感覺到你為你自己嘅生活掙扎冇力量嘅話，如果您真是落到這個為自己生活掙扎沒有力量為自己禱告的話，你唔記得咗上帝係無所不能嘅啦咩？你不記得上帝是無所不能的嗎？佢更係有無限嘅恩典，他更是有無限的恩典，佢隨時願意幫助你，他隨時願意幫助你。如果你嘅困難係因為家人嘅緣故，如果你的困難是為了家人的緣故，或者你嘅配偶，或者是你的配偶、你嘅兒女、你的兒女、你嘅父母、你的父母、你嘅朋友、你的朋友、你嘅同學、你的同學、你嘅同事、你的同事、你嘅上司、你的上司唔了解你，不了解你，佢哋譏笑你，他們譏笑你，佢哋成為你嘅攔阻，他們成為你的攔阻，你唔使怕，不用怕。雖然佢哋唔了解你，雖然他們不了解你，但係有一位了解你，但是有一位了解你，佢就係我哋親愛嘅主耶穌基督。他就是我們親愛的主耶穌基督。雖然你同我都冇法子改變我哋嘅家人同埋朋友，雖然你我都沒有辦法改變我們的家人和朋友，但係耶穌可以。但是耶穌可以。我哋可以求耶穌基督，唔單止可以改變我哋，我們可以求耶穌，不單可以改變我們，耶穌更可以改變佢哋。耶穌更可以改變他們。耶穌唔單止可以喺我哋心中工作，耶穌不單在我們的心裏面可以工作，耶穌更可以喺佢哋心中工作。耶穌更可以在他們的心裏面工作，慢慢改變佢哋，慢慢改變他們，讓佢哋能夠明白你，讓他們可以慢慢的明白你，讓佢哋可以睇見你信咗主之後係變成一個何等樣嘅人，讓他們可以看出你信了主之後會改變成為一個何等樣的人，讓佢哋能夠從誤解變成了解，讓他們可以從誤解變成了解，甚至佩服你，甚至於佩服你，支持你，支持你。你唔記得我哋本來好多人，我哋自己本來都係唔信嘅咩？您不是知道我們當中本來有很多人都是不信的嗎？我哋豈唔係都曾經有啲時候曾經有一個時候係唔明白人哋點解會信咩？我們是不是其實有一個時間，我們不明白人家為什麼會信呢？有時甚至我哋會笑人哋添，甚至於我們都會笑人家了。但係今日我哋都信咗啦。但今天我們也信了，佢哋一樣可以好似我哋咁樣信噶。他們一樣可以像我們一樣的信的。我哋即管係信靠主，我們只管信靠主。或者你嘅困難就係你為你嘅工作、你嘅職業喺度掙扎緊，或者你的困難就是你為你的工作、為你的職業在那裏掙扎，或者你擔心，或者你擔心，如果我翻到主嗰度，咁我工作點啊？如果我回到主那裏的時候，我的工作怎麼辦呢？我嘅職業可能有問題，我的職業可能就有問題啊！你唔係記得耶穌話過？你豈不記得耶穌講過？一隻麻雀豈唔係賣2分錢咩？一隻麻雀不是賣2分錢嗎？天父都照顧佢，天父都同樣的照顧他。唔通你真係咁冇價值？其實你是沒有價值嗎？上帝話將耶穌基督為你犧牲喺十字架，上帝為你而將耶穌犧牲在十字架上，佢就係要拯救你，他就要拯救你，拯救你有永遠嘅生命，拯救你有永遠的生命。佢為咗要讓你有呢個永遠嘅生命，佢為你受盡痛苦死亡。他為了你，讓你有這樣永遠的生命，他為你受盡了痛苦而死亡。唔通上帝會咁蠢？上帝豈是這樣笨嗎？佢會辛辛苦苦犧牲生命救一樣嘢翻嚟？
他就會辛辛苦苦的救一個生命回來，然後就讓佢餓死咩？然後讓他餓死嗎？佢絕對唔會嘅。他絕對不會。我知道佢愛你，我知道他愛你，佢好愛你，他很愛你，佢一定唔甘心讓你受苦。他一定不甘心讓你受苦的。你翻嚟啦，你回來吧，佢喺度等待緊你。他正在等待我們。或者你話，或者你說都係唔得噶啦，啊，我都不成了，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我自己。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我自己。你唔知噶，你不知道哦。其實我跌倒咗，其實我們跌倒了，我犯過好多罪，我犯了很多的罪，我離開咗主，我離開了主，我令主太失望啦，我令主太失望了。我知道佢唔會饒恕我，我知道他不會饒恕我，我翻嚟都冇用，我回來也沒有用。我親愛弟兄姊妹，親愛的弟兄姐妹，你可能都唔了解我，你可能都不了解我，唔通我比你更聖潔咩？我豈比你更聖潔嗎？我豈唔係時時都跌倒咩？我豈不是也時常跌倒嗎？其實我都犯咗好多嘅罪，其實我也犯了很多的罪，只係好多人唔知道嘅。只是很多人不知道。但係我好奇怪嘅，但是我所奇怪的，就算有人責備我，就算有人責備我，但我從來都未聽過耶穌責備我講一句。但我從來沒有聽耶穌責備過我一句。佢話我知道，但我知道，但係我冇定你罪，但我沒有定你的罪，我只係讓我自己為你釘喺十字架。我只是讓我自己為你釘十字架。我要點樣先至可以讓你明白我愛你呢？我要怎麼樣才能使你明白我是怎麼樣的愛你呢？我要點樣先至讓你明白我已經饒恕咗你呢？我要怎麼樣才能使你明白我已經饒恕了你呢？當我睇我自己嘅時候，我就灰心。當我看我自己的時候，我覺得灰心。但係當主耶穌係呼召我擰轉頭睇佢嘅時候，當我聽到耶穌呼召我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我睇到佢為我釘喺十字架。我看到他為我釘十字架，佢好辛苦，他很辛苦，但係佢一句都冇埋怨到，但是他一句也沒有埋怨，佢反而好慈祥嘅係睇住我，反而很慈祥的看着我。佢話你點啊？他說你怎麼樣？你跌倒咗啊？你跌倒了嗎？你係咪心靈覺得好痛苦咧？你一定心裏覺得很痛苦。你唔使驚，你不要怕，你嚟我嘅翅膀底下啦，你來到我的翅膀底下，我保護你，我會保護你。全世界人都唔接納你，全世界的人都不接納你，但係我接納你，但我接納你，我永遠都唔會離開你，我永遠不會離開你。你嚟啦，你來吧，親愛弟兄姊妹，親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嘅困難就係因為你自己嘅罪，如果你的困難就是因為你自己的罪，呢個就係最容易解決嘅問題。這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只要你願意擰轉面，只要你願意回過頭來，你就知道主耶穌已經喺度打開隻手歡迎你。你知道耶穌已經攤開手在那裡等候你，已經歡迎咗你好耐，已經歡迎你很久，只係你同我唔知道啫。不過是你不知道而已。我哋翻嚟啦，我們翻嚟了。你話點知咧？你說怎麼樣才可以知道呢？你唔記得嗰個好牧人，佢撇下咗嗰99隻羊，再揾嗰一隻迷失嘅羊咩？你不記得那個好牧人撇下了99隻羊出去找那個迷失的一隻羊呢？直到揾到為止咩？直到找到為止呢？佢豈唔會係關心我哋，直到我哋願意翻到佢嗰度為止咩？他們豈不會一樣的關心我，直到我回到羊圈為止嗎？或者你話，我明啦，趙牧師。或者說我明白了，趙牧師。我知道你今朝早講乜嘢啦。我知道你今天早晨所講的什麼。你係講嗰啲離開咗教會嘅人。你是講那些離開了教會的人嗎？你係講嗰一隻係離開咗羊圈嘅羊。你是講那隻離開羊圈的羊啊？但係我冇離開到教會喎。但是我沒有離開教會哦。我從來都冇離開過喎。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啊。我就係嗰99隻羊喎。我是99隻羊當中啊。我係嗰當中一隻喎。我是其中的一隻啊。
我唔係嗰隻係離開咗嘅羊喎。我不是那只離開的羊哦。好唔好？我哋今朝早都一齊嚟溫習下呢個故事呢？好不好？我們今天再一同溫習一下這個故事。我哋睇下係路加福音第15章。我們看看路加福音第15章第3節。第3節，耶穌就用比喻說。耶穌就用比喻說：你們中間誰有100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99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你們中間誰有100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99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呢度唔係話你就係嗰一隻失去嘅羊。這地方並沒有說你就是那一隻失去的羊，佢乃係話你哋如果有100隻羊，他說你們如果有100隻羊，如果失去一隻，如果失去了一隻，呢個你哋係邊個呢？這你們是指誰呢？呢個你哋豈唔係我哋咩？這個你們豈不是指我們嗎？就係我哋呢個上帝嘅家，就是我們上帝的家，上帝嘅羊圈咩？上帝的羊圈。我哋有冇100隻羊啊？我們有沒有100隻羊呢？我哋有冇失去一隻呢？我們有沒有失去一隻呢？嗰失去嗰一隻羊係咪好需要人關懷呢？那個失去的一隻是不是很需要人的關懷呢？我哋係咪就係嗰個失去一隻羊嘅人呢？我們是不是那就是失去那隻羊的人呢？嗰隻羊需要我哋關心，那隻羊需要我們的關心。我好感謝主，我很感謝主。我知道我哋聖經講座係一個好有愛心嘅教會。我知道聖經講座是一個很有愛心的教會，係一個好熱情、好客氣嘅一個教會，是一個很熱情也很有愛心的教會。我呢度手上頭先收到一張嘅相片，我剛才收到一張照片，就係我哋上個星期咧一班青年人喺呢度舉行呢個祈禱週嘅聚會。就上個安息，我們在這地方一班青年人在這地方舉行祈禱週。我好感謝主咧，我哋有一位咁好嘅傳道人余國柱弟兄。我也感謝主有這樣好的一位傳道人余國柱弟兄。佢唔單止係同我哋嘅青年團商量係要舉行呢個祈禱週，他不單是跟我們的青年團商量我們要舉行這個祈禱週，佢亦都邀請埋我哋其他堂嘅青年人嚟。他也邀請其他堂的青年人一塊來，而且係結束嘅時候，我哋一齊影咗一幅相。而且在結束的時候一塊照了一張照片。我見到下邊樓梯咧都貼咗呢啲相出嚟。我看見樓梯上面也貼了這個照片。有一句說話咧，佢話唯願將來我哋冇一個失落。有一句話就講我們唯願將來沒有一個是失落的。真係，我哋希望嗰100隻羊，連嗰啲失去嘅最尾都能夠揾得翻嚟。我也實在希望這個100隻羊，連那一隻羊我們也可以找回來。但係有啲時候咧，我哋都要想下主耶穌點解提醒我哋咧？但有的時候我們要想一下主耶穌為什麼要這樣的提醒我們？佢話你哋有100隻羊，你有冇數下？他說你有100隻羊，你有沒有數一下？可能你已經數到99隻，可能你已經數到99隻，但係嗰一隻去咗邊度咧？但那一隻走到哪裡去呢？如果今日主耶穌嚟到我哋當中，如果耶穌今天來到我們當中，佢叫我哋數我哋嘅羊，他叫我們數一數我們的羊，我哋有幾多隻咧？我們有多少隻呢？我哋失去嘅止唔止一隻咧？我們所失掉的止不止一隻呢？主耶穌話呢度有一個羊圈，佢哋有99%係喺羊圈裏邊，只有1%係離開咗。主耶穌講，這地方有個羊圈，他們有99%的羊都在羊圈，只有失掉1%。如果今日主耶穌嚟數我哋嘅羊，佢話我哋可以數到有%幾嘅羊係留翻喺呢個圈裏邊呢？如果今天耶穌來到我們中間來數一數我們的羊，究竟我們有幾的羊留在這個羊圈呢？又有%幾嘅羊係冇翻嚟參加我哋嘅聚會呢？有幾的羊沒有回來參加我們的羊圈呢？我知道呢係我哋聖經講座同埋好多教會呢都有一個嘅係記錄嘅。我知道聖經講座跟其他教會都有一個記錄的，都會係點數一下我哋教友嘅嗰個數目。我們都會數點一下我們教友的數目。
根據我所了解咧，喺88年第4季，根據我所了解的，在1988年第4季，我哋聖經講座有393隻羊。我們聖經講座有393隻羊，其他教會或者多啲少啲，其他教會或者會多一點或者少一點。好啦，然後我哋就睇下咧，有幾多係有翻嚟參加聚會嘅，然後我們看一看有多少回來聚會的，又有幾多係冇翻嚟嘅，有多少沒有回來的。然後我哋分析一下嗰啲冇翻嚟嘅人係咩原因呢？然後我們分析一下那些沒有回來的人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可能有一啲咧，佢哋咧係參加其他嘅堂嘅聚會，佢哋未曾移名啫。可能有一些他們參加其他堂的聚會，他們沒有移民。我哋可以鼓勵佢哋移名，我們可以鼓勵他移民。有可能有啲羊咧，佢哋係去咗外國，可能有一些羊，他們到了外國，我哋鼓勵佢哋喺外國都一樣忠心。我們鼓勵他在外國也在一樣的忠心。有啲嘅羊咧，佢哋唔係唔願意翻嚟，有一些羊並不是不願意回來，可能佢哋係病咗啦，可能他們病了，身體軟弱啦，身體軟弱了，係年紀老大啦，年紀也老邁了，佢哋瞓喺床上邊，他們睡在床上，佢哋好想翻嚟，他們很想回來，但係因為佢哋體力冇辦法，但是他們的體力也沒有辦法，所以佢哋冇翻到嚟，所以他們沒有回來。我哋了解佢哋，我們了解他，我哋係時時係去關心佢哋，我們時常去關心他們，將我哋喺教會裏面所得到嘅係帶俾佢哋，我們將教會裏面所得到的分給他們。我哋知道有啲嘅教會咧，佢哋甚至會將佢哋嘅聖餐咧係帶到呢啲係老弱嘅弟兄姊妹嗰度。我們知道有一些教會，他們每一次聖餐都會將聖餐帶給那些老弱的弟兄姐妹那裏，但係仲剩翻有一啲嘅羊，但是還剩下有一點的羊，佢哋唔係頭先嗰啲嘅羊，他並不是剛才所提到的那些羊，佢哋都冇翻嚟，他們都沒有回來。有啲我哋係明白佢哋嘅原因，有一些我們明白他們的原因，有啲我哋唔明白佢哋嘅原因，有一些我們不明白。但係不管點樣，但是不論怎麼樣，我哋都好愛佢哋，我們都很愛他們，我哋都好希望佢哋翻嚟我哋當中，我們都很希望他們回到我們中間，我哋都好想去係關心佢哋，我們都很想去關心他們。所以耶穌就話：你哋當中係邊個有100隻羊失去一隻？所以耶穌跟着說：你們中間誰有100隻羊失去一隻？你哋唔出去揾嗰失去嘅羊，直到揾到呢？你不出去找那隻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唔會嘅，不會，我哋一定會出去揾嘅。我們一定會出去找的。我哋就係嗰有100隻羊失去一隻嘅嗰班嘅人，我們就是100隻羊當中失掉一隻的那一幫人。或者我哋話主啊，我哋唔止失去一隻添啊，或者主啊，我們不止失掉了一隻啊，但係主啊，我哋會去揾。但主啊，我們會去找。頭先我哋話不去找那失去的羊呢？剛才說我們不去找那失去的羊嗎？即係話我哋會去揾嘅，就是說我們會去的。問題我哋點樣有咩方法可以去關心佢哋呢？問題就是我們用怎麼樣的方法去關心他們呢？可以係更有效嘅，係鼓勵佢哋翻嚟呢？可以更有效的鼓勵他們回來呢？其實我哋知道好多教會呢都有探訪嘅。其實我們知道很多教會都有探訪，但係問題呢，有時我哋發覺，雖然我哋探訪佢，但是有的時候問題是我們雖然探訪他們，但係我哋發覺呢，唔一定就馬上有效嘅，但是不一定馬上見效。所以有時呢，連我哋去探訪佢嘅人呢，都會覺得疲倦。所以有的時候連我探訪他的人也會感覺到疲倦。所以呢，係總會呢就建議我哋有一個嘅係方法。所以總會建議我們有個方法。呢個方法呢，就叫做關懷救援行動。所以這是關懷救靈的運動。係我哋喺上一季開始呢，我哋就聽到噶啦。在上一季開始，我們已經聽到。佢總嘅意思呢，就係話呢，鼓勵我哋藉住安息日學係作為一個係關懷嘅一個嘅係方法。總的意思就是說，接着安息日學，我們成為一個總的關懷行動的一個組織。
然後咧鼓勵我哋繼續嘅去關懷呢啲嘅弟兄姊妹。然後鼓勵我們繼續的去關心那一班的弟兄姐妹。咁你話呢一種嘅係關懷嘅行動，同我哋以前嘅探訪有乜嘢分別呢？那麼這樣的一種關懷的運動，跟我們以前所提倡的有什麼分別呢？原來咧，我哋過去咧可能咧就好熱心，原來過去也許我們很熱心，或者我哋太熱心啦，或者我們太熱心了，我哋咧一次咧就將所有係需要關懷嘅名單咧都拎喺手裏邊，或者我們一次把所有的名單都拿在手裏，就出去要關懷佢哋，都要出去要關懷他們了。咁一時之間關懷唔晒咧，我哋就會覺得灰心啦。那麼一時之間有關懷這麼多呢，關懷不了呢，也許我們感覺到灰心了。所以不如咧，我哋試下咧係慢少少。所以不如我們試試慢一點。我哋每季係將呢啲嘅名單係列出嚟，我們每一季將這些名單列出來，特別係嗰啲係可以翻嚟嘅，但係佢哋都唔翻嚟。特別是關於那一些可以回來而他們不回來的人，我哋就特別關心佢哋，我們特別關心他們。但係我哋唔好將呢啲人一次過去探訪晒，我們不要將這些人一次完全去看完他們。我哋只係選其中一啲嘅對象，我們只是選其中一點的對象，我哋將佢編喺我哋嘅安息日學班裏邊。我們將它編在安息學班裏面。你話安息日學個班咧，應該將嗰啲時時復學嘅學員放落去先至啱嘅。你說安息日學班裏面應該將那些時常復學的人放進去才對啊。冇錯，不錯。但係我哋好唔好都將其中一啲冇復學嘅咧，係分別咁樣分到喺唔同嘅班裏邊呢？其中可不可以將那些沒有復學的，我們把它分在各班裏面呢？分一點點。如果佢係青年人，就喺青年班放幾個冇復學嘅青年喺裏邊。如果青年人，他在青年班裏面放幾個沒有復學的人，將佢放喺點名卡度，放在點名卡上面。呢一班。佢係點樣嘅背景咧？亦都放幾個同背景嘅喺佢嗰個名單度。這班是同背景的，放一些同他們差不多的背景的，放在他們裏面。第二班亦都係同樣咁樣。第二班也是這樣的情形。咁樣咧，我哋就可以係用一季嘅時間係關懷少少嘅對象。這樣我們用一季嘅時間嚟關懷很少的對象。咁樣我哋就可以係消化到啦。這樣我們可以消化了。另外咧，我哋以前嘅探訪好多時候咧就只係交俾傳道人或者信徒報道團嘅職員。另外呢，我們以前的探訪就交給傳道人或者信徒報道團的職員。我哋唔係將佢交俾信徒報道團。我們不是交給信徒報道團呢。因為乜嘢係信徒報道團啊？因為什麼事叫信徒報道團呢？我見到潘長老咧暗示，意思可能即係話我哋全體教友係咪咧？我看到潘長老的暗示，意思就是說全體的教友都是。其實我哋每一個都係信徒報道團嘅團員嚟㗎。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是信徒報道團的團員啊。我哋職員名單嗰啲咧，不過係職員咋。職員名單上面不過是一班職員而已。係佢哋咧係幫忙我哋去搜集資料、預備材料去安排啫。他們是幫助我們收集資料、安排探訪。佢帶住我哋去探訪，他們帶了我們探訪。咁我哋每一個人出動關心㗎。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出去關心的。但係因為過去咧，好多時候咧都只係啲職員咧係比較多啲做功夫。但是過去呢，比較上是職員做工比較多一點，咁都好難怪嘅。真的很難怪他們。因為咧，有時咧，因為我哋教友太多啦，因為有的時候教友太多，一次過要去出發咧，咁我哋好難組織起上嚟。一次過一起出發呢，很難組織。不如咧，我哋改變一下，不如我們改變一下，將呢個工作咧再細分俾安息日學嘅班，將這個工作再分小一點給每一個安息學班，化整為零。化整為零，每一個安息日學班呢，就係一個關懷教友嘅單位。每一個安息日嘅班就是關懷教友嘅單位，由教員同埋學員一齊關懷幾個嘅對象啫。由教員跟學員一起嚟關懷某幾個對象，唔好太多吓，不要太多，係你哋能夠係應付得嚟就夠啦。只要你們可以應付得來就夠了。
好啦，另外咧，我哋以前咧每次分配嘅對象咧，就呢個我哋頭先講過咗啦。另外咧就係我哋以前咧分配，我哋咧就好多時候工作咧就係只限於安息日下晝。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往往在分配工作的時間在安息日的下午。但係點解我哋點解會咁做咧？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呢？因為我哋教友多啦，咁嗰個時間咧就方便一齊嘅集合。因為教友多了，那個時間比較方便集合。嗰個都係好時間嚟嘅，那也是很好的時間。但係有啲人咧唔一定安息日下晝係對佢最方便嘅。但對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安息日下午對他們最方便。比如有啲人咧，佢要下晝翻去咧照顧佢屋企人啦。有的人他也許下午回去要照顧他家裏的人啦。但係反而另外平時周日咧有啲時間佢哋方便。或者在別的周日對他們更方便一點。咁我哋咧就可以喺每一個班裏邊，我們可以在每一個班裏面，按照佢哋嘅實際嘅能力，按照他們實際的能力，按照佢哋實際嘅方便，按照實際的方便嚟安排時間，甚至唔一定要成班一齊出發噶，甚至於不一定要全班一塊兒出發的。嗱，比方啊。比方啦，我哋呢一班，我哋而家係開始係研究學課啦。我們這班開始研究學課。然後我哋咧首先咧就點名咯。我們首先點名。然後我哋就發覺咧喺我哋今日咧有係幾位咧就冇嚟啦。我們發覺今天有幾位沒有來。咁然後我哋問下咧有邊位學員咧你對呢幾位係冇嚟嘅咧係比較熟悉咧？問一下我們有哪一些學員沒有來，或者對他更熟悉一點的人。即係我哋呢一班有邊幾位學員咧對於呢啲冇嚟嘅係熟悉嘅咧？或者在我們班上面哪幾位學員對於這班沒有來的人比較熟悉的呢？或者你會喜歡係幫忙探訪佢哋其中一位咧？或者你會喜歡探訪當中某一位？或者佢話我喜歡咧係探晒呢三位冇嚟嘅，或者他說我願意探訪這個三位全部沒有來的，咁都好吓，也很好。但係如果佢話我只係探一位，我只係能夠探一位啫，都唔緊要。如果你說我只要探一位也不要緊，其實咁仲好。其實這樣更好，因為有時我哋探訪咧，諗住手上面有好多名單咧，去到人屋企咧坐一陣就趕住要走啦。那麼因為有的時候我拿了很多的名單到人家家裏，要趕着要走。如果佢專心探一位咧，如果你專心看一位呢，佢反而可以咧同佢建立起更好嘅友誼都唔定。他會跟他建立更好的友誼。甚至咧喺班上嗰個人話咧，我一個人唔係好識得點去探訪。甚至那個班上有一位說，我不懂得怎麼探訪呢？咁不如咧，我揾多另外一個學員同我一齊去好唔好啊？或者說我找另外一位學員跟我一塊去好不好啊？咁你話兩個探一個？那時候兩個探一個，咁啊太浪費喎！這麼是不是太浪費了？唔會嘅，不會。如果有一隻迷羊啊，我相信，對不起，如果有一隻迷羊的話，我相信三位一體嘅真神啊，同埋所有嘅天使都會去關心佢噶。我相信三位一體的真神跟所有的天使都會關懷他的。一個都值得我哋一齊去關心佢噶，一個都值得我們去關懷他的。所以咧，我哋就要留意一樣嘢咯。所以我們要留意一樣，我哋喺添呢啲嘅係冇翻嚟嘅人落去名單裏邊嘅時候咧，我們要加添這許多沒有來的人的名單在我們這裏面。我哋唔好加太多吓，我們不要加得太多。我哋要估計下咧，要係。常嚟嘅咧係要多過冇嚟嘅，我們要估計一下常來的要多過沒有來的，以至咧去關心人嘅咧可以多過嗰啲要俾人關心嘅，以致那個關心的人比那些被關心的人要多。甚至咧，因為咧係唔係太多嗰啲冇翻嚟嘅人啊，甚至於沒有太多沒有回來的人，以致我哋唔需要個個安息日咧個個學員都要出去關心人。以至於我們每一個安息都好像一定要出去關懷人，即係不必要咧。比方我係其中一個學員，所以說不必要我好像我其中一個學員，我唔需要個個安息都去關心嗰啲冇翻嚟嘅學員，我不需要每個安息都一定要去關心那些沒有回來的學員。因為太多人關心啦，因為太多人關心啦。咁我哋輪流啦，不如我們不如輪流啦。嗱，上個安息日輪到你去關心呢個冇嚟噶啦。上安息輪到他，你去關心他。今個安息日輪到我啦。這個安息輪到我。下個安息日輪到佢咯。下安息輪到他啦。咁變咗咧，我就唔會覺得疲倦啦。這樣子我會感覺到
不會太疲倦。因為一季咧，我好想去探嘅時候咧，咁我有機會探一次。那麼一季我很想去看他，一季探一次。咁又輪到第二個，又輪到其他人。如果有探一次佢就翻嚟咧，我哋好感謝主啊。如果他探了一次，他就回來，我們感謝主。如果第二次都唔翻嚟咧，我第二次還沒有回來呢？咁樣教員就可以問：喂，佢呢次都冇翻嚟，邊個願意又再探佢咧？那麼教員會問呢，他這次還沒有回來啊，有哪一位願意自動去探他呢？或者上一周嗰個話，不如我探多佢一次啦咁。上次或者那個人說不如我再去看他一次啦。咁好啊，好。但係或者佢話不如咁啦，換過另外一個好唔好啊？或者說換了另外一個好不好？都好啫，也好。咁你又幾有興趣咧？這樣很有興趣。換句話嚟講咧，我哋唔係一定係好死板嘅。換句話說，我們不要一定的很死板的，我哋可以按照當時實際嘅需要，我們可以按照當時實際的需要，同埋我哋實際嘅能力，我們實際的能力去關心。咁可能係進步得慢少少，可能進步得會慢一點點，但係我哋有進步喎。但是我們會有進步。但係如果一次過關心太多咧，如果一次過關心得太多的話，同冇關心咧，其實都冇乜分別嘅。同沒有關係的人沒有分別。好啦，至後尾咧，最後我哋咧仲要留意咧，要有系統嘅報告喎。我們還要注意要有系統的報告。如果我哋只係一個月一次全體出去探訪，如果我們只有一個月全體出去探訪，咁咧就好耐都唔去一次，這樣很久沒有一次，咁樣我哋探訪完嗰個後繼咧就冇法子接續啦。那麼探訪完之後的後繼的工作沒有辦法接續。但係如果咧我哋每個安息翻去關心咗嗰啲對象咧，如果我們每安息出去關心的那些帶對象呢，然後我哋下個安息翻嚟自己班就可以報告啦。然後回來又去報告了。有時有啲嘢咧都唔方便喺大堂嗰度咧俾全體教友報告㗎。有的時候有一些事情不方便在大堂裏面向大眾嚟報告的。但係喺我哋自己嗰個小班裏邊咧，可能我哋就會更加可以關心到啦。但是在我們這個班裏面的小組裏面，可能更加容易關心。仲有一點咧，還有一點就係話咧，我哋關心嘅時候咧，唔一定係必須探訪嘅。我們關心的時候不一定要去親自探訪的，或者你有一次咧可以打電話，或者有一次你可以打電話，有一次你可以寫一個嘅問候卡，你有一次可以寫一張問候的卡，下一次咧你去探訪佢，下一次你去探訪他，咁樣咧就會有唔同嘅變化。這樣子你有不同的變化。喺嗰個被探訪者嚟講咧，這個對被探訪者嚟講，佢咧就唔係次次都係見過傳道人。他不是每一次都見到那個傳道人，又唔係每一次都只係見到嗰個信徒佈道團嘅職員，也不是每一次見到信徒佈道團的職員，因為佢覺得呢啲人係應該關心佢噶，因為他覺得那些人是應該關心他的。但係唔係，但是不是哦？而家阿甲弟兄又嚟關心佢，我家弟兄嚟關心我，佢唔關咧，下一次阿乙弟兄又嚟，我下一次另外一個弟兄嚟關心我，然後阿丙又嚟，丙也來了，點解咧吓？為什麼呢？好似成個教會都輪流嚟關心我噶，好像整個教會都嚟關心我。佢哋一定係好，即係好忙頂啊嚟關心我啦。他們一定是很愛我嚟關心我，同埋一定咁樣做咧，都好辛苦好忙。我一定是很忙的這樣做。其實咧，我哋做咧，亦都唔係真係好辛苦。其實我們這樣說也不是太辛苦，因為我哋係輪流嚟做啊嘛。因為我們是輪流嚟。但喺佢感覺咧，佢係好多人關心緊佢。但是在他的感覺當中是這麼多人嚟關心我，然後我哋翻嚟咧就報告，然後我們回來報告檢討，然後下一次又按照需要咧去係調整，下一次呢是按照需要嚟調整。每一季嚟一個總嘅檢討，每一季嚟一個總嘅檢討。喺新一季嘅名單嘅時候又調整一下，在新一季嘅名單裏面加以調整。比方上一季有一個學員咧，佢係唔常嚟嘅。比方上一季有個學員不常來的，但係呢一季咧已經變成常嚟啦。但這一季變成常來了。因為我哋知道咧喺點名卡度咧有一部分咧就係屬於學員嘅，因為我們點名冊上面知道有一部分是學員，另外一部分咧就屬於準學員，另一部分屬於準學員。咩叫做準學員咧？什麼叫準學員呢？就係即係其實咧按照教會嘅理想啊，其實按照教會嘅理想，所有嘅教友都應該係學員，所有的教友都應該是學員，仲加埋慕道友添，
要加上牧導員。咁即係話咧，學員咧應該係多過教友嘅。意思就是說，學員應該多過教友。但係好可惜咧，我哋因為咧，我哋失落嘅教友咧都唔少嚇。但是很可惜，因為我們失落的教友不少，所以咧我哋就變成咧係學員咧就少過教友啦。所以我們變成學員少過教員。所以嗰啲冇翻嚟嘅教友咧就叫做準學員。所以沒有回來的教友呢，應該叫他準學員。如果我哋將所有冇翻嚟嘅教友都放晒落準學員嘅名單咧，如果我們將所有沒有回來的教友放在這名單裏，咁我哋就吃不消啦。我們吃不消了。所以我哋就用頭先個方法，我們所以用剛才所提到的方法，我哋每季揀一啲係放落個準學員嘅名單，我們每一季揀一點放在這個準學員的名單，由嗰啲學員去關心，由學員去關心。好啦，一季之後如果有翻嚟有失落嘅教友變成常翻嚟咧，好，一季完了之後，如果有失落的教友，他回來變成常來呢，我哋就可以將佢放翻喺學員嘅名單，我們就可以把它調整到了學員的名單，又可以加幾個新嘅係冇翻嚟嘅落去準學員嘅名單，又可以加幾個新的沒有回來的教友放在做準學員裏面。咁樣我哋就可以咧一步一步咁樣咧嚟到係關懷呢啲嘅人。這樣我們可以一步一步的關懷所有的人。至於嗰啲呢一季未曾可以放落去嗰個名單裏邊嘅人咧，至於在這一季裏面沒有放下去的那些名單呢，咁我哋就將佢交翻俾傳道人同埋信道輔導團職員。我們可以交給傳道人，交給信道輔導團，俾佢哋慢慢去牧養佢哋，給他們慢慢去牧養。咁我哋呢季就集中牧養我哋自己責任嗰啲嘅。這個我們就集中我們去牧養我們的責任上面的。所以耶穌就話：不去找那失去嘅羊咩？所以耶穌說：不去找那失